1989年，中国爆发一件现代史上规模上大、震惊国际的民主运动。如今30年过去了，华视特别做纪录片，片名《1989躁动的理想》，要邀请乡亲做伙来回看台湾、香港甲中国这30年来的民主路。历史天安门学运30年过去啊，伫中国故意把媒介背后，伊的真相是啥物？咱呢又搁对当中学习着啥物？华视新闻团队采访历史学生的领袖、专家、学者，制作出88分钟的纪录片《1989躁动的理想》，台港中30年民主路，公开跨越时空30年的珍贵影像记录。6·4事件也触发了我们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投入自由民主的运动，那也是造成我们今天台湾可以回馈，我们可以来关心中国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历程。纪录片由华视新闻部经理黄兆辉、有名导演韦德胜主持，选在历史当天下晡举办首映，有伊的意义。透过这个纪录片的直播的这个过程，在讲的那些内容，我慢慢都会觉得说啊，原来真的经历过那个时候我大概几岁，在做什么，都重新回忆了一遍。首映会上包括民进党前主席柯信良、香港民主人士林元基、文策会董事长林晓晶重量级的人物拢来到现场，真侪人嘛深受纪录片感动。对中国天安门事件、台湾野百合学运、太阳花学运到香港雨伞革命，中港台追求民主的历史，免会放袂记。6月7日到6月14暗时10点，会播出第1甲第2集，回顾民主浪潮的历程，千万免会错过。